2014年 Energy and Use of Energy 第一條，咁有個 monochromatic light source，咁就問你邊個情況呢？我哋隻眼感覺係相同嘅光度嘅。咁第一個啦，紅色光一個 lumen 同埋綠色光一個 lumen。咁如果lumen 呢，呢個字呢，其實就係代表就係因為眼燈呢，其實佢放咧唔同嘅 power。咁當然啦，power 越大就好似越光。咁但係呢，原來呢，人呢覺得光呢種嘅感覺，其實喺唔同 wavelength 嚟講呢，因為對唔同 wavelength 有唔同嘅 sensitive，所以呢，譬如大家都嘅份量係一樣，但係咧人眼呢對黃綠光咧感覺上係光啲，藍光、紅光呢係比較冇咁光，所以要將 power 要轉翻做人嘅感覺光度呢 lumen 呢先至係感覺光度呢嘅一個標準。咁就所以啦，如果大家咧都係一個 lumen 嘅話咧，就即係話大家嘅光度咧，其實就人感覺到喺光度咧就係一樣啦。咁當然啦，因為綠光係 sensitive 啲啦，紅光就冇咁 sensitive 啦，所以紅光咧個眼燈咧需要放多啲，每一秒需要放多啲嘅 power 嘅紅光先至做到一個 lumen， 而綠光咧相對定咧放嘅 power 咧就少啲咧，都可以做到一個 lumen 啦。咁第二個咧就係紅光係1 W， 綠光1 W。咁頭先都講過啦，因為綠光咧雖然大家都係1 W， 1秒鐘放到1 Joule 嘅能量出嚟，咁但係咧綠光咧其實佢係對人眼 sensitive 啲嘅，所以咧佢嘅 lumen 咧就大啲，呢個 lumen 就細啲，所以佢哋唔同光度嘅。咁第三個啦，紅光嘅1 W 同埋紅光嘅一個 lumen， 咁咧其實就比較唔到嘅，因為其實我哋要將1 W 咧轉翻做 lumen 先至能夠比較得到，咁所以兩者咧就唔可以做一個咁嘅比較啦。又或者咁講啦，你要將一個1 W 嘅紅光轉咗做 lumen 嘅話咧，一定就唔會係一個 lumen 噶啦，因為人嘅 sensitive 啦就去唔到1嘅，佢係少過1好多嘅，係啦，咁就所以咧答案就會係 A 啦。